天，病毒来到我们身边，就这样，它熊熊地来，就这样，它不离开，到如今已经2年，病毒它不停改变，改变你，改变从前，我们是真的可怜，每天都受尽熬煎，恢复从前还需要3年。某月的某一天，病毒来到我们身边，就这样，它熊熊地来，就这样，它不离开，到如今已经2年，病毒它不停改变，改变你，改变从前，我们是真的可怜，每天都受尽熬煎，恢复从前还需要3年。改变你，改变从前，我们是真的可怜，每天都受尽熬煎，恢复从前还需要3